潮流興開放，國家要開放，思想要開放，讀書梗係要揀間夠開放㗎啦，我就一定揀佢。小西灣衛理中學，開放式嘅管理，開放式嘅教育，開放式嘅收費，由羅世光校長親自主理，當然係有信心啦。小西灣衛理中學落咗小巴直行1分鐘就到，仲快過搭飛機啊！講嘢最緊要有牙力，教書梗係揀有實力㗎啦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，信心嘅保證。恭喜發財！衛理中學中七理組，恭喜大家發財！逐漸變乖又得，立即變乖晒亦得，得咗。衛理中學冇得彈。喂，打機啦！唔係啊！喂，上啦！咩事上咗去啦？走啊！教書教得夠興啦！上堂又使乜四圍唱啊？上堂留心，考試安心。7S 學習嘅用功，少少煩，皆因佢有 quiz test 一定要預佢。7S 學習嘅認真，夠專心，皆因佢，我哋班個個鍾意佢。曾共度過漫長的歲月，多得你每次付上更多心機。時日度過亦全不變一，天天有你共我創造美好。Wesley 與你共享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伴我成長，老師們感激盡在不言中。各位中5及中7嘅同學，喺你哋離開衛理中學後，請做足準備措施。前往自修室溫書嘅時候，請穿着長袖衫同埋長褲，並且帶備足夠嘅衣物，慎防冷親。考試期間要有充足嘅睡眠，唔好掛住玩啊！離校之後1個月內，如果覺得好掛住衛理嘅，就要即刻返嚟啦。祝各位前程錦繡。你呢個幾好喎。呢個都 OK。Morning。早晨。你好。但係我同佢都係大學生喎。但係佢係嚟自衛理喎。衛理學生。安心聘用，衛理學生。融入社會中。靠晒你，我考呢一個直頭靠晒你。你畢業令我攞到 A，個個必定俾心機。錫晒你，必食大我 Q Cam U 已勁，英數中華勁數統經濟電腦精。
啦！我哋喺為你生活咗7年啦！當中嘅每一花、每一草，每一個課室，每一個廁所，每一位老師，每一個工友，我係唔會忘記㗎。我哋一齊經歷咗好多開心同埋辛苦嘅事。開心嘅就好似聖誕詩歌歌唱比賽嗰陣時，我哋一齊練歌，真係好開心㗎！而辛苦嘅就係我哋中六嘅時候，每個人都擔當住領袖嘅角色，應付工作同埋學業上嘅壓力。但係而家望翻轉頭，都係覺得值得嘅。最辛苦都由校長、老師同埋工友嘅辛苦嘅，所以我哋而家想同大家講聲 Shelly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杜姐。Thank you well。共你一起拍住上揚威，定要一起美麗，我先美麗若誰。